啊，是关中王来了。新年和年年，星爷追了8次路演了，星爷，从杭州追过来的。哇！功夫加足球肯定有搞头。哇！看雪先打招呼，下雨天排队，没关系，你是客人。八爷，对，他就是八爷。迪丽热巴在香港人气好高啊！8月8日，迪丽热巴参加功夫女足香港路演，当天她扎着高马尾，身穿白色 T 恤，清爽亮相。没想到剧组其他人基本都穿的黑色，同台还有刘嘉玲。轮到演员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迪丽热巴还主动谦让，想让刘嘉玲先来介绍自己。刘嘉玲也十分照顾她，温柔回应：“没关系，你是客人。”台下观众还大喊“八爷”，听到这个外号，迪丽热巴当场就害羞了，忍不住低头笑，模样特别可爱。这个外号最早是周星驰给他起的，热巴在片场一直称呼周星驰星爷，星爷就幽默回敬叫他八爷，一方面是礼尚往来，另一方面也是玩谐音梗。他在片中饰演的角色穿8号球衣，8和8读音相近，当时就已经火出圈。没想到来到香港，当地影迷也记住了这个称呼，从内地一路火到香港，也是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抖音周星驰。四杯好味，你係咪同頭先係一樣嘅？唔係換咗人，有少少似。記得給我點讚。周星馳，開心啦！我哋有今次帶住我哋峨眉隊嘅成員，又即係中國咁多地方一路嚟到香港，我哋請我哋前鋒同大家打個招呼先都。8號球員前鋒玉龍。大家好，我係迪麗熱巴，我在功夫女足裡面飾演的是8號球員玉龍。八爺，他就是八爺。嘉玲姐 Hello， 大家好。嘉玲姐，我哋支持功夫女足，希望你哋睇得開心啦。開始。朋友咧，再帶嚟睇下，繼續睇。師妹。Hello， 大家好，我係蔡思貝，我喺戲入邊咧係孖8萬嘅優隊。大家好，我係張繼聰，戲入邊我係飾演裁判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我係何韻璇 Miss Honey， 我喺呢套戲係編劇，多謝各位。其實咧，佢仲有一個身份嘅，佢係我情敵啊。大家好，我係喪標啊！我唔係，我係梅安，我飾演喪標。大
家好，我是雪野，在电影《功夫女足》中饰演会飞的20号球員雪野，謝謝。我以前都會飛嘅，呢排少飛咗啲啦，因為重咗2磅。我係肥聰，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就睇多幾次。Thank you。會睇多幾次啊？好，咁我哋傾下偈先啦。首先同導演傾下偈先啦。導演 ，OK。咁我哋試下有冇聲先。導演，我想問下你咧，就係咧頭先睇戲嘅時候咧，觀眾咧就笑得好開心啦。有冇邊一場戲咧係喺你拍嘅時候咧，你坐喺個芒後面都忍唔住笑嘅咧？哦，咁啊太多咯，太多啦，係啦，譬如阿玉龍同埋隊長開機關槍死咗嗰班靚仔嗰場戲都好好笑。係，嗰幾班靚仔係覺得非常之好㗎。係啊，真係非常之靚仔，大家覺得我好唔好笑嗰個？主要係嗰班靚仔嘅佢哋做嘅中槍嗰個反應做得好。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中槍反應嘅，但係因為關於片長嘅關係咧，就我哋唔能夠全部攞晒出嚟。但係即係有機會咧，我想即係全部將佢哋即係俾大家欣賞，其實都好。我說就是你開機關槍跟隊長打死一大堆帥哥來一下。其實他們都是劇組的工作人員。沒有周星馳帥。不要跟那幾個帥哥跟星爺比較。我沒辦法，我只愛他，不好意思。OK， 我想家玲姐嘅。係。好啦，咁啊，頭先咧你啱嚟到啦，即係有2場嘅觀眾嗰個熱情，你都感受到啦。你有冇啲咩想同大家講嘅？見到香港觀眾嘅熱情。即係佢哋對呢一套戲咁熱。因為我都未睇啊，你哋睇先過我啊。因為一路喺大陸上啦，咁啊票房好好啦，咁嚟到香港我都想第一時間去睇啊。OK， 即係因為而家又要我哋要同觀眾見面，又未有時間去睇。係啊。OK， 咁今晚應該有機會啦，係咪啊？今晚我都未有機會。大家話俾我哋要做嘢做到10年幾先。冇計啦，應該好快有機會。嗰陣時我會第一時間去睇。係啦，上畫咧係8月13號上畫嘅，咁大家記住啊，嗌埋啲朋友一齊睇啦，好唔好啊？好。OK， 好啦，咁跟住咧，我想問一問咧，就係星爺愛你1萬年。哇！OK。好啦，跟住落嚟我要問一問雪爺，我哋都係同阿雪爺傾下偈先啦。雪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說你這次是作為新人第一次參與這麼大的作品嘛？然後這麼多的挑戰，有沒有哪一位前輩給過你很重要的鼓勵呢？在過程中，我覺得在場所有前輩們都給我過鼓勵，然後就是導演他每天都有在耐心的教我，然後就是我不會，就是他會親自給我示範，所以。真的是謝謝導演，然後還有熱巴姐姐也是，就是我們就是拍戲的時候，就有一場戲是隊長和熱巴姐姐找我回來的那場戲，然後那場戲其實我特別緊張，但是就是熱巴姐姐她也很溫柔的跟我說不用緊張，然後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就可以，就是對被鼓勵到了，謝謝。哇，真的很好，因為這個製作團隊感覺到很有愛嘛，是不是？是的。啊，那太好了。宇安係啦，宇安係都係我知道你咧就係本身都係一個專業嘅運動員嚟喎。咁今次咧就轉型咧就拍戲啦，咁其實應該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你本身咧運動員嘅嗰啲特質或者嗰啲有啲特質冇幫到你去拍呢個戲咧？你講。健身教練教腹肌。其實係有嘅，我覺得首先我跑嘅姿勢好啦，咁我入組練嗰陣時咧，咁就可以跑少啲，唔使執。咁之後咧，咁入咗組之後，咁其實係入邊喺個棚入邊，我哋經常會做好多運動
啦，需要做好多動作啦，咁可能我嘅爆發力會幫到我，咁好快就可以搞掂咗我個動作去。咁當然啦，我仲有好多嘢係需要練習去學嘅。咁喺呢一方面，咁動作導演個係非常之耐心咁去教導我㗎啦。咁亦都即係冇俾壓力我嘅，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舒服嘅。所以最後咧，見到你表現最後嗰球波係真係嗰個力量係非常之犀利嘅，我係覺得係關你呢個運動員嘅身份事有機會。可能係，或者可能我本身就係咁標咧。好啦，咁啊，聽我哋嘅成員講完之後咧，應該會想睇多次去睇下佢哋喺裏面嘅表現啦，係咪啊？係啦，咁我哋咧時間關係啦，我哋咧就而家嚟影張大合照，咁咧我哋最尾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唔好？好，咁我哋咧就嚟到呢個成員們咧。好啦，你嘅成員坐低之後咧，大家都坐低啦，即係講後面嘅朋友啊，我哋呢張大合照係非常之有紀念價值㗎。星爺你嚟好開心啊！好耐冇見你啦。中間嘅鏡頭咯喎，好，中間先，我哋一齊數3、2、1，一齊嗌耶喎！3、2、1，耶！跟住係舉手嘅姐姐影嚟3、2、1，耶！好啦，咁我哋嘅電影咧會喺8月13號咧就正式上映㗎，大家記得嗌埋啲親朋好友一齊去睇啦，好啦！好。我幫你攞獎。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大家已經好認識我，自我介紹下先，我係今次呢個地面場嘅主持人陳富，大家好。好啦，咁啊，大家都知嚟緊會見咩啦，係嘛？咁你哋嘅掌聲喺邊度啊？好，咁啊，你哋用你哋嘅掌聲同呼聲話俾我哋嘅主創嘅成員們，究竟套戲好唔好睇啊？好。好啦喎，咁呢個時候我哋就一齊用熱烈掌聲，有請我哋嘅主創成員出場，佢就係導演周星馳，有演員劉嘉玲、葉麗葉導演黃子聰，演員張繼聰、蔡思貝、雪爺、胡宇樂同埋編劇何偉全、葉生利。太開心啦！終於嚟到香港，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好，咁我哋咧嗱，等我哋嘅屋企好咗之後咧，我哋就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好嘛 ？OK， 好啦喎，咁我哋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好啊好啊，首先非常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今日我同埋何肥隊咧，即係同大家見面，大家都好多嘢想同大家講喎，即係。我覺得你多啲，你應該講多啲啊！大家想聽你講啊嘛。咁你作為最高領導人，你應該講啦。最高領導人係你嘅。我哋嘅邊度點講咧嚇？我哋嘅主角。哦。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我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8号前锋队员玉龙。大家好，我係宋標，我真名叫回安 Angel。我真名，你話咩係咩啊？好，
師妹啊！大家好，好親切啊！終於嚟到香港，多謝你哋嘅支持啊！你哋頭先睇完係嘛？係好好睇啊！會再睇啊！睇到5次啦，3次啦，睇到5次啦。好啊，大家抖過。9刷啦！我都40刷了，我也是刷了。我路演追了14次。我哋先，我哋介紹埋先，我哋俾其他人介紹埋。我就想要個合影，畢生心願。嚟，我哋繼續先，機會。大家好，喺香港見到你哋好開心，我係蔡思貝孖八嗰個盲人隊醫啊。我愛你。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足》中飾演會飛的20號隊員雪野，謝謝。大家好，我係韓雪 Miss Honey， 我係功夫女足嘅編劇，多謝各位。我唔使講啦，而家係一個飛唔起嘅水上標，所以今次唔飛啦啊！我係謝松。大家好，我係蔡聰，今次我先嘅裁判。好啦，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傾下偈啦。咁我想問一問導演先啊，導演咁啊我睇戲嘅時候咧，我睇到後面嘅時候咧，見到有呢個少林隊出現啦。咁其實少林隊出現嘅時候咧，哇！就係諗究竟如果兩隊打嘅話咧，邊個會贏咧？你覺得？峨眉隊會贏。點解咧？梗係啦，其實靚女喺度，多數都會贏啊！你哋都唔算踢啦，咁擺個姿勢已經輸咗啦。你可唔可以再擺多次？再擺一次睇下。我想同你學嗰隻舞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邊隻舞啊？即係而家嗰隻，你識唔識啊？係啊！我想你教我啊！孖八，你跟住佢跳得㗎。唔係啩？我要跟住你喎，你帶領我哋一齊跳啊嘛，應該。我睇住你喺度跳。嗰個時候係嗰小朋友，我覺得跟住啲小朋友跳㗎。係咩？你識嘛？係啊！我覺得嗰個舞幾得意啊！係啦。示範下啦。最幸運㗎，係得你哋睇到㗎咋，咁多場裏面。係啊，得你哋睇到㗎咋。好，咁啊，頭先我哋得出咗答案啦，係峨眉隊會贏嘛？係啦，都得出咗答案啦。其實咧，即係如果論武功咧，都係峨眉。我覺得峨眉隊係喺少林隊之上嘅。點解你咁講咧？不過頭先都講，你睇下以前我哋嗰啲波係轉1個2個彎嘅最多係咁嘅啫。不過而家玉龍踢嗰啲波轉90幾個彎嘅，我哋點解會咁樣喎？咁點同佢打嘅啫？依家係啊，冇得打嘅喎。同埋喺感覺上喺年紀上都應該佢哋當打啲嘅，即係喺峨眉隊係啊。再加埋如果有阿聰做球證咧，就肯定峨眉隊贏啊！係啊，冇錯。係嘛？冇錯，唔使踢，一嚟就紅牌㗎啦，佢全部。你見到少林隊嗰啲咁嘅樣喂，你一定係全部紅牌檢曬出場㗎啦。樣技術犯規。係啊。呢個算唔算係解釋咗你喺裏面嘅公正性嚟㗎？即係頭先我大家睇到你嘅公正。係都好一致啊，係咪啊？我而家真人我生活都翻唔翻去一個另外一種公平喺度。係啊，我就係同靚嘅講嘢嘅啫。哇！好，多謝你，多謝。好啊，咁我都同嘉玲姐傾下偈啦，先講下嘉玲姐。就係咧今次咧呢個戲裏面啊，你冇話邊一場戲係你特別深刻印象㗎？會唔會就係打麻將？唔係喎。咦？我深刻印象係因為我唔係同佢哋一齊拍㗎嘛。我喺呢個
現場，但係我係即係看台嗰邊，咁我要幻想佢哋喺度踢緊嘅，所以淨係抄。佢話俾我聽而家發生咩事，嗰度而家俾人踢到喂抬出去喎，抬出去喎，咁你應該做咩反應啊？即係完全係好似考訓練班嗰啲咁嘅考演技嗰隻，比較難啲。唔難啦，你有咩難啊？你仲嗌我唔好講添啊！我話嗱先睇，而家咧佢就得，唔使再講，知啊，叻啊！咁樣啊，係喎，你好有禮貌，我好尊敬，唔係佢好有禮貌咁同我話叻啊，你唔使講啦，我知㗎啦。如果我咁冇禮貌，真係同你講。我都話好有禮貌，都話你好有禮貌。嗰個俾人打埋張 easy 啦，我成日打㗎嘛。係嘅，都睇出嚟好純熟嘅。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咧，係有師太拍嘅嚟追。我只係拍咗3日，我係客串嚟嘅，我唔係你嗰幾日全部都係你拍嘅，其實。唔係嘅，梗係唔係。佢講嗰啲嘢你唔好信。佢講嘅好似冇講咁樣。好啊，即係除咗戲裏面好睇，你哋嘅互動都非常之好睇。係，我都想象到喺現場拍攝應該都真係幾開心嘅。好開心。係啊，咁啊咁開心，大家會唔會再睇多幾次啊？會啊！希望大家可以睇到10幾20次咧，應該有10幾次嘅嘛。好啊，咁啊呢個咁重要嘅時刻咧，我想同大家一齊影張大合照嘅。我哋主創成員咧喺第一排呢度咧，同大家一齊影張大合照。佳怡姐，求求你，让我可不可以允許？星爺，星仔，我想做咩？星爺。我哋排一排個位先，我哋而家排個位先。星仔，我想俾你啊！星爺，唔該，可唔可以幫我攞俾星仔啊？公仔嚟嘅。注意安全。好叻仔啊！8月8日，周星驰团队首次在香港路演，吸引大量粉丝入场支持。周星驰的妈妈已经86岁了，身体状况和体力都很好。入场的时候还和大家合影，甚至还给粉丝签名，步履稳健，非常的健康。入场后热情又礼貌，站了很久和粉丝打招呼，笑容满面，特别的开心。周星驰的姐姐周文姬则坐在妈妈旁边，她一头的白发与妈妈的反差很大，一度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周星驰的姐姐和妈妈。其实在几天前，周文姬曾出席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活动，5位师兄弟都来了，独缺周星驰。而在8月8日的商演，包括田启文、陈国坤、林子聪等人现身，侧面打破周星驰没有朋友的传言。有見到係，我都認得啊。係，好，場場都在啊。好啦，等我哋嘅專業團隊咧打聲招呼先好唔好啊？我哋交俾我哋專業講。好，好年輕。大家好，大家好。我好開心啊！今日帶住呢個河水嚟到呢度。我哋一齊同香港嘅觀眾打個招呼先啦。大家好，我是迪麗熱巴。
師太，大家好，我係劉嘉玲姐。多謝你哋經常睇呢個功夫女中，希望你哋睇得好歡樂啦，同埋帶多啲朋友嚟睇啊！好，大家好，我係胡安，我係功夫女足入邊咧係3號喪雕。大家好，我是雪野，在电影《功夫女足》中饰演惠妃的20号球队雪野，谢谢。大家好，係我。大家好，我係蔡思貝，我係媽扮。大家好，我係何永全美Sunny，我係呢套戲嘅編劇，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張繼聰，我喺戲入邊係飾演裁判。我係肥仔聰，都係阿聰。今次我係上一代嘅興都，今次唔飛啦，留翻俾你哋飛啦。好，俾熱掌聲咁多位主創成員。好啦，跟住嚟咧，我哋都有機會咧，就同我哋嘅成員們咧傾下偈啦。我想問下導演先啊，導演今次嚟到香港場啦，我想問下你《功夫女足》會唔會有廣東話版本咧？今次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啦，冇廣東話版。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上映嘅時間啊，臨時咧就係調整咗，就變咗我哋原本諗住做廣東話嘅時間咧，都趕唔切做啦。咁但係咧當然即係個故事呢個電影本身嘅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嘅。係，亦都譬如我哋師太咁樣樣啦，係講廣東話嘅。係啊，咁啊，所以雖然我哋今次係趕唔切做呢個廣東話，其實我自己都真係好遺憾，但係咧，我哋都可以聽到有廣東話，好多廣東話喺裏邊嘅。係。冇錯。係啊，特別係去到最後嘅時候，有一個疑似係導演你嘅背影講嘅都係廣東話嚟㗎嘛？當然啦。係呢個係咪都係特有㗎？係啊。好，俾掌聲，導演。好，多謝。好啦，嘉玲姐啊，都想同你傾下偈，就係咧，你同導演啦，就應該算係相隔多年之後再次合作啦，係嘛？咁今次再次合作嘅感受係點咧？一樣喎。都係咁。一樣。都係咁啊！因為點咧？一樣係。唔係啊！我每次同星弟開工都好開心嘅，好歡樂，同埋又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學到啲咩？即係對一個演員嘅深造啦，即係佢對演戲呢樣嘢係好有研究嘅，所以喺現場咧係真係精益求精嘅。如果你做唔到達唔到佢個要求咧，佢係一路會 NG 嘅。但係冇 NG 有，我都拍咗好多個 take 㗎。唔係，因為嘉玲姐嘅演技咧，就大家都唔使講啦，最高境界啦。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嘉玲姐個 take 已經 OK 咗㗎啦。不過我哋徇眾要求咧，都係想係喎，你點解你最後一個 take 要 take 咁多次啊？咁我哋想睇啊嘛，我哋大家都想睇啊嘛。哦，最緊要係你想睇。大家徇眾要求，大家係咪都想睇啊？好啦，咁我想問一下熱巴你好，熱巴，就想問一下你哦。我會擔心嘛，問不了問題啊。好了，熱巴你好，你這次飾演的角色呢，跟你以往的感覺很不一樣，我感覺，就是你覺得你最想大家看到你這個角色的哪一面呢？其實我覺得只要大家來看《功夫女足》就好了，就是不一定只是我單一一個角色的哪一面，而是整部影片大家看得開心就足夠了。他們的反應應該聽得出來都很開心的。開心，開心，開心好，跟住咧，我想問一問師貝啊，師貝你好啊。Hello， 大家好 ，Hello。師貝，今次咧我就有聽過咧，導演有形容你係打
打得最似李小龍嘅女演員喎。你可唔可以講下咩心得啊？佢打得似李小龍？咁呢個呢個心得就真係都要多得導演嘅教導啦，因為導演都俾咗一啲好即係佢嘅秘訣啊，即係唔係佢配方係啦，佢嘅秘密武器就係話我聽你唔係淨係要模仿嘅動作咁簡單嘅，即係李小龍嘅神髓啊，嗰個狠勁啊，嗰種狂野啊。一你都要係表達得到咧，你先會可以呈現得到一個最似李小龍嘅狀態嘅。咁呢個都係佢提點我先係跟隨住佢咁樣做，然之後就呈現到出嚟就好開心係。但係你都有天分嘅。多謝。即係我覺得媽八佢係裏邊有種有種狂野嘅咁嘅潛質喺裏邊。所以因為呢個真係唔容易做㗎，佢嗰種即係做呢個我哋嗰陣時同阿聰導演係嘛都研究過，即係話即係究竟媽八做唔做到咧？即係嗰個李小龍嗰種咁狠同埋咁狂，佢都好盡嗰下，即係青燈都出晒，仲要即係有下踩落地，即係仲要你係後尾導演就提過一個就係。佢嗰個打咧雖然好快，但唔係就咁打嘅。係啊，即係腰馬連腰咁樣打，但係仲要有速度喎。係啦。咁我但係嗰陣時諗完之後，我就一定唔得㗎啦。係咯，你點解一做就做到咧？你係咪秘密練過嘅咧？係咪練咗好耐嘅咧？其實真係。有陣時咧 casting 完咗之後，我自己的確係有去練下上下堂練下功夫，咁就斷斷續續練咗1年，就係為咗希望可以希望可以滿足到你想要嘅嘢，導演。好嘢！所以真係，所有嘢都唔係都要落功夫，都要下苦功㗎嚇，真係。係啊，所以媽八每次出場嘅時候咧，都係好好睇，都係一個笑位嚟喎，係咪啊？呢個好啦，我都想問一問 Miss Honey 啦。Miss Honey 竟然喂，我哋編劇何永璇啊，今次咧就係以一個編劇嘅身份同大家見面啦。係啊，我想問一個感性啲嘅問題。嚇，呢個場合適合咩？係啊，係，即係其實作為編劇咧，你睇到自己嘅文字咧變成一個影像喺大人網度呈現出嚟啦。你係有冇話邊一場戲係你覺得仲感動過你寫嘅時候咧？其實我仲未睇到大人網。哦，竟然都未睇到，因為香港未上，咁我哋今日又有嘢做，咁所以我就係未感受到嗰個感動嘅。咁但係我現場有另外一番嘅感動嘅，就係估唔到你拍成咁，原來係咁樣演繹嘅，我真係。即係譬如我哋有啲演員啊，班主佢有好多句都係我估唔到啊！即係我寫嘅時候，我咪就係。誰敢在我面前幹架？咁但係拍咗好多個都係，誰敢在我面前幹架？我真係沒有想過會咁樣演繹，所以係我哋現場拍嘅時候已經有好多 surprise， 好多感動嘅事情發生咗。係，當然我都會期待上畫嘅時候，我自己再買飛入場睇。冇錯啦，嗱，8月13號咧就上畫啦，到時咧就可以睇到啦，係嘛？大家都可以再睇多次，好唔好啊？好啊，多謝 Miss Honey。好，跟住想問一問，都係導演嘅志聰哥，不怕哥啊，志聰哥。頭先咧就大家都應承啦，會睇多次啦。咁啊，作為導演嚟講咧，如果要睇多次嘅時候，你覺得邊一場戲或者咩細節或者彩蛋位係會特別留意嘅咧？彩蛋位，今次個背脊唔夠咩？好彩下㗎咯，嗰個都。有冇話邊一場戲咧係大家可以留意下某啲位有機會睇一次會睇唔切啊咁樣？但有嘅，其實我真係一路都有一個，我覺得可能大家多睇幾次先留意到，就係當峨眉隊最後對呢個大河隊嘅時候，佢哋本場輸咗2-0，咁佢哋翻去瞓覺啊嘛。其實個瞓覺唔係咁簡單。我哋係有一個鏡頭講咗佢哋個瞓覺係嗰個呼吸係調息緊。咁你先睇大咗呢句出嚟之後咧，跟住我哋入到更衣室，見到佢哋嗰個瞓覺有一個氣息，大家可以留意下有啲咩細節喺裏邊。
咁好啦，大家睇第一次睇劇情啦，第二次就可以睇好多嘅細節同埋演技㗎啦，好唔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啦，咁我哋而家就影張大合照，好唔好？我哋喺呢個位影張。好，多謝。咁啊，嘉玲姐啊都想同你傾下偈，就係咧，你同導演啦就應該算係相隔多年之後再次合作。即係對一個演員嘅深造啦，即係佢對演戲呢樣嘢係好有研究嘅。即係子聰哥，我幫你一件先。時間關係啦，咁我哋而家就影張大合照，好唔好？仲有上面啊！8月13號，呢度中間。星仔，偉大人。好，中間再嚟多個，好，準備3、2、1，耶！好，右邊嚟多個，呢度1、2、3，耶！仲有上邊啊！8月13號，呢度，中間。啲親朋好友一齊去睇啦！我哋就望一次中間，睇3、2、1。星仔，偉大人。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咧親身買飛入場支持功夫女足啊！咁啊，大家期唔期待呢套戲啊？OK， 如果期待，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嚟聽下？OK， 我相信我哋幕後嘅團隊都聽到你嘅掌聲，我哋俾熱烈掌聲歡迎我哋嘅主創團隊真唱。好，我哋導演周星馳，演員梁家榮，迪麗熱巴。
係中啦。你係第一次睇啊？我都未睇啊。主創團隊們咧，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好，香港嘅觀眾大家好，太開心啦，太開心啦！終於嚟到香港咧，咁我今日都係帶住峨眉隊嚟同大家打個招呼先。首先，我哋嘅前鋒。大家好，我係電影雨包，我是在功夫女足裡面飾演8號前鋒運動員玉龍。咁跟住就梗係我哋最高領導人啦。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劉嘉玲。我喺呢套戲咧係飾演一個最高領導人嘅，就係師太。其實我期待咗好耐㗎啦，終於嚟到香港啦，喺大陸做咗好多場啦。咁成績非常之好啦，恭喜你啊！恭喜恭喜！咁希望香港都係成績會好好啦，希望你哋多多支持啦，多謝。好，唔係下位。哦，大家好，我係 Angel 胡安，我喺功夫女足入邊飾演喪彪。大家應該就會知㗎啦。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足》中飾演灰飛的雪野，謝謝。好，就師貝啦。大家好，我係蔡思貝，我係戲入邊裡面嘅盲人隊姨媽伯。邊有咁靚嘅媽伯？我係上一代嘅輕功，今年唔飛啦，下次留翻下次再飛過嚇。我係肥一聰。大家好，我係張繼聰，今次我係飾演球證裁判，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熱烈嘅掌聲，我哋嘅主創成員們。唔好意思啊，情人節。哎呀 ，sorry 啊，褪開咗啲，唔好意思。唔緊要。我哋嘅編劇。大家好，我係 Miss Honey 何影璇，呢套戲嘅編劇，多謝各位。但係你都有演出㗎喎。哎呀，呢啲嘢唔好提啊嘛。一陣間會見到啊，而家咧就未播啊嘛，一陣間咧佢哋就會睇到，都可以留意下 Miss Honey 呢個喺邊個位出現啦。係啊，會見到嘅，會見到嘅。Miss Honey 同我好 friend。哦，大家可以留意佢呢句説話嘅意思，一陣間就會明㗎啦。OK，咁我哋首先同導演傾下偈先啦。導演你好啊，咁啊功夫女足呢套戲咧就融合咗呢個熱血啦、動作同埋呢個喜劇嚟嘅。你最希望咧觀眾一陣間睇戲嘅時候咧，第一樣會感受到嘅係啲咩咧？動作場面。動作場面。係啊，動作場面咧就我因為呢出戲咧係我咁耐以嚟拍過最多動作場面嘅一出嘅啦，真係由頭打到落尾嘅。咁啊，所以係咯，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希望大家睇下，睇完之後俾啲意見啊，仲要啊。好 OK， 好，咁我想同嘉玲姐咧就傾下偈啦。嘉玲姐就我都未睇過呢套戲。佢哋都未睇，佢哋都未睇嘅。而家係我哋因為放映前㗎嘛，佢哋都未睇嘅。OK， 有人已經睇咗好多次，知道係知道。你哋會唔會繼續睇多幾次先 ？OK， 好咁啊，阿嘉玲姐冇咁好彩，佢未睇到住啊，我哋遲啲會有得睇㗎啦。好，嘉玲姐。我一陣間唔使再做啊，我哋仲有做訪問嘅喎。嘉玲姐，其實我想問下就係咧今次呢一個功夫女足嘅合作咧最吸引到你接拍呢套電影嘅原因係乜嘢咧？梗係周星馳啦，仲使問嘅？喂，嗰個紅色 T 恤同埋嗰個鹹蛋超人一路都跟住我哋喎，其實仲有邊度都係㗎，頭先見咗幾次㗎啦。即係基本上。
做妹啊，全部一班人嚟啊！有你嘅感覺嘅。移動得咁快嘅，好似又快過我哋。哎，你怎麼移動得這麼快呢？頭先明明你有包場。係咯，行得仲快過你哋喎，好似係嘛？好啱聽到咧，有人喺度嗌緊熱巴啦，係嘛？咁我同熱巴傾下偈先，好唔好？熱巴你好，終於有機會跟你說話了。剛才我聽到，說了呀，不是，我是說他們一直在叫你的名字，然後就開不了口。冷靜一下，冷靜一下。熱巴，這次你拍攝這個電影的最大的挑戰是動作足球，還是那個角色的情感呢？我覺得兩個都有，既有足球，然後還有功夫，因為兩個是加在一起的，我覺得難度也很大。然後其次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足球場上如何去展現自己情緒的戲，對我來說也是很有難度的。有觀眾。多謝你幫我接咗呢個説話。好啦，大家應該咧就可以喺個電影度咧感受到熱巴嘅嗰個足球技術啦，同埋嗰個情感噶啦。OK， 咁我想問下張繼聰哥，聰哥咁長咯，我個名。係張繼聰哥，因為驚嗌錯，聰哥有兩個，今日有兩個聰哥。係。咁你今次咧係做呢個球證啦，係咪？係啊，係啊。咁我想問下，你覺得公平性緊唔緊要啊？喺你心目中公平性係點樣？係，我覺得公平性緊要嘅。但係點為之公平呢？就係我都係聽導演話嘅，咁所以導演話點樣為之公平，我就跟導演咯。係啊，咁所以拍嘅時候，所有嘅角色嘅反應啊咁呢，咁我都係其實我都係參照導演嘅演繹嘅。因為我都直情話導演我唔係好識演個公平嘅樣係點樣啊咁我就叫導演示範一次啦嘅乘機。咁導演真係好好喎，佢真係會示範喎。咁於是乎我就係跟導演咁樣咯，係。好公平啊！出嚟嘅結果都好公平啦，係啊。你咁講咧，大家都好期待，究竟你點樣呈現你嘅公平？係啊，冇變過嘅呢個人嘅原則係。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咧就會影一張大合照嘅，同大家。好，咁我哋請我哋嘅4月13號咧正式上演㗎啦，大家記得帶埋啲親朋戚友一齊再去睇多幾次。咁咧就我哋嘅主創成員咧就會繼續下一場嘅謝票活動啦。我哋首先俾我哋最高領導人同大家講兩句嘢先。喂，大家好啊！好啊！好親切啊，翻到嚟香港。你哋係咪一路都跟住我哋啊？咁你哋係嚟睇星仔嘅？係。即係你唔係嚟睇戲嘅？哦。都睇。都睇係咪？都睇。我覺得咧又喺度啊！嗱，呢套戲咧喺國內係嘛，成績非常之好啊，真係公平星仔。咁我希望香港繼續可以成績對擊啦。咁你哋睇完咧就要帶多啲朋友入嚟睇，跟住俾多啲意見我哋，係嘛？係。多謝晒，多謝。好。
大家好，我係 Baby 巴。我都好開心喺香港同大家見面。Hello， 大家好，我係蔡思貝，好開心我喺香港見到大家，我係媽爸。Hello， 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足》中飾演灰飛的雪野。大家好，我叫回安 Angel， 我喺功夫女足入邊飾演喪彪。好勁啊！多謝。大家好，我係黃旋嘅 Sunny， 我喺功夫女足裏邊係擔任編劇。大家好，我係張聰，喺功夫女足裏邊我係擔任裁判。大家好，我係蔣偉興，今次就最終幕後做聯合導演。不過我想同一個老朋友打個招呼，好嘛？我係魔鬼隊嘅隊長啊，當然。志遠。你好。这个是我们以前就是少林足球，因为我哋以前魔鬼隊，因為魔鬼隊的隊長，他也是說普通話的嘛，你識唔識講廣東話？係咩？你早講嘛！我當年好似唔識講廣東話。我哋唔識㗎。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出乎意料啊，临场碰撞出来的喜剧火花呢？我觉得其实，在合作之前可能会很有压力，会很紧张，但是其实合作下来会觉得，其实导演在现场其实会跟演员一样，会跟我们融入到我们演员里面，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创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我们看那个特辑的时候，对花絮的时候也有感受到呢，你刚才说的那个快乐。但那个快樂大家應該在那個影片裡面也看得出來吧？在電影裡，大家覺得睇唔睇到啊？睇到！哇，太好啦！我跟住有想問一問聰哥啊。就是在現場會跟，就是大家就跟演員就是打成一片，然後會跟着我們一起去演，所以其實一直都有。對，從影片開始，從第一天開機開始。OK， 就是我們在網上看見那些花絮的那些很開心的畫面，對不對？現場只有導演笑得最大聲。對，我常常都是笑得最大聲，因為他們都是很好，其實唔使 jam 的，不用 jam 的，就是好像阿爺這種演員，就是你知道嗎？就是我看過你以前大概10年前的一個劇，你當時是拍一個喜劇的。非常，他本身就是一個節奏有喜感節奏的一個天才的演員，所以他這個我很幸運的，就是能夠有那麼好的演員就一起參與在我的這個項目上面，所以我看其實大家看過之後都應該都會同意，就是其實他絕對是一個他又是一個偶像，但是呢，他又沒有這個偶像的包袱，對。然後他其實，我們當時就是他演什麼都可以，對，演什麼都是他都不介意，還有他的節奏根本就不用我說，所以我們不用 jam，我們都是，我就跟他說一個大概的，即係我同佢講一個大概嘅意思，即係跟住咧，阿巴爺就自己就。首先有請聯合導演林子聰、演員張繼聰、蔡思培、胡宇安，歡迎幾位。
家好，我係上一代嘅輕功，今次就唔飛啦，留翻俾人哋飛，我係肥仔聰。好，大家好，我係曾繼聰，我唔透露我星意咩啦，你哋陣間自己睇下啦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好開心見到你哋，我係蔡思貝，我係媽爸。大家好，我叫Angel 胡安，我喺呢套戲入邊叫喪標啊。好啦，大家啱啱睇戲嘅時候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演出㗎啦。我哋而家就傾下偈先啦，同志聰哥傾下偈先。好，志聰哥你好啊，咁啊，今次咧作為功夫女足嘅聯合導演啦，咁你又將功夫同埋女足呢兩個咁動感嘅元素喺大銀幕嗰度咧呈現出嚟喎。拍攝同埋執導嘅過程裏面咧，最具挑戰性嘅係邊一部分咧？最具挑戰性就係成日望住咁多靚嘅女仔，但係要唔好分心，好專心拍到啲，因為通常佢哋都會令到你好開心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所以因為佢哋好多好新啊，即係側身啲，咁所以就要俾多少少時間去同佢哋輔導下咁樣。最後都成功專心到啦。係因為佢哋個個都勁，咁係，所以天生勁嘅，就所以冇問題啦。都聽到都幾開心嘅過程。好啊，多謝晒你啊！好啊，另一位聰哥啦。係，大家好。係好多聰。今次咧就聽聞你咧就哇，好似頭先你唔講嘅。我而家講啦，我留翻俾你講嘛。好啊。係。你就做球證啦。冇錯。係咯。咁你算唔算係全場咧最近距離去目擊呢班功夫女展現佢極限腳法嘅人？梗係算啦。點樣嘅感覺？嗰種感覺係即係好似頭先阿聰導演咁樣講啦，要有極強嘅忍耐力啦。因為佢哋唔單止靚不特止，佢哋仲係會喜感係好強嘅。咁佢哋係又演得好好啦。仲有最緊要咧，其實最吸引我眼球嗰個咧就係導演嚟嘅，周星馳先生。咁我就成日都要喺演員同埋fans 嗰個狀態嗰度切換啊。係啦，即係一時就係我演員要聽話咁，但係跟住佢一行開咗嘛，哇！星爺啊咁樣，咁呢樣嘢比較難啲咯，即係因為唔想盡量自己表現得咁唔專業啊嘛。咁但係都好開心嘅，即係但係我想講咧，佢哋一班女仔咧真係好努力，要拍到咁樣嘅戲咧，其實係唔單止係體能上，其實係好多方面都有好高嘅要求。咁加上導演咧都的而且確都係好高要求嘅導演團隊嚟，咁所以要達到呢個要求都係要好努力。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亦都有咁樣嘅成績，其實我都好特別好開心。咁其實你喺個角色咧係要對住一班又識踢波又識功夫嘅女仔啦，又識扮嘢，係啦，又識扮嘢，係啦，係有演技又成咁樣。咁你作為呢個球證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即係吹罰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生命受到威脅啊？啲佢哋全部都好打得㗎嘛？係啊，所以就呢個都好自然要驚啦。但係最主要都係驚另外嘅演員生命受到威脅，就係即係如果達到唔到導演嘅要求，就呢個比較窒死啲。係光嚟啲，咁所以就但係托賴咧都全身而退，咁都偶爾仲聽到周導演講幾句就幾好喎咁樣咯，咁已經好開心㗎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周生係好嚴謹嘅導演嘛，咁所以拍到一個劇就同埋我哋呢啲即係中意做喜劇嘅演員咧，有邊個唔係受佢影響啊？係，咁所以係有少少似係即係你學到個功夫咧，又即係就算係肥仔聰導演都係啦，即係我哋好多細個睇佢做戲啦咁樣，咁都係即係好似自己做功夫喺佢嗰度驗證下。喺啲開山祖師嗰度得唔得咧？係啊，試試佢咁啦，咁都好開心。過程都好嘅，好愉快。咁我哋一陣間可以睇到啦。係好啦，好啦，我都想問一問思貝啊，思貝你好。Hello。今次戲入面咧，哇！你個角色好有挑戰啊，即係又有呢個一項視像啦，但係亦都係醫術高超喎，亦都係要踢波啦，又要打功夫。咁係之後咧，有冇覺得自己啲腳法或者啲下盤嗰啲功夫係咪都勁咗好多咧？絕對有增長咗嘅，因為真係喺戲入邊，我哋無數咁多個踢腳嘅踢啊，然之後就算唔係打人嘅橋段，雖然大家未睇，希望大家快啲知道我哋講緊咩。仲有譬如醫治隊長嘅一場戲，嗰個成個流暢嘅一個醫術，我哋係致敬嗰陣時黃飛鴻嘅片段咁樣去醫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其實我覺得嗰個都係好正嘅一場戲。係啊，咁真係好多嘅編劇同埋導演嘅設計啦，令到呢個角色有咁多咁有型嘅場面，咁有得發揮嘅場面，所以我身為演員好感
感恩，身為觀眾都好 enjoy 佢哋設計咗啲咁有型嘅嘢俾人睇。聽你咁講完之後咧，我相信大家應該會更加期待一間嗰個演出。好，咁我都想問一問宇安，係啦，喪標，一陣間大家就會明㗎啦，真係個角色真係好深刻嘅。咁我知道你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員啦，咁你今次咧就轉嚟做呢個演員啦，仲要拍一個咁大嘅製作啦。你作為一個運動員，有冇邊一部分咧係幫到你適應拍攝咧？同埋有冇啲咩特別搞笑或者印象深刻嘅事分享咧？其實我覺得我對我而家面前嘅任何一個目標，我都係非常之認真咁去對抗，大大小小都係一樣。咁當然咁大嘅製作有冇壓力咧？咁一定有嘅。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經常去比賽，令到我有一個熱情，有一個非常之強大嘅心臟，即係抗壓能力會比較大。即係唔係冇嘅，但係我成日都覺得緊張係一個好冇用嘅情緒嚟嘅，即係緊張係唔會幫到你任何一樣嘢。所以我學識點樣去駕馭佢啦，咁頂住壓力咁去行咧，其實我會覺得爽啲、舒服啲。因為冇壓力代表你唔係挑戰嘅。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咯咁樣咯，咁我就覺得通過呢樣嘢，咁就幫到我演戲啦。咁同時間壓力係有陣時人要逼出嚟先會進步。咁有陣時咧，阿聰哥、子聰哥咧喺下邊咧，即係阿張捉我膊頭，喂唔好掂喎。咁咧嗰陣時咧，我就會醒神啲，格外醒神，咁都係有幫助。呢個算唔算係你特別印象深刻嘅事咧？喺呢個拍攝裏面？有㗎，佢咧成日企喺個鏡頭後邊好急嗰個樣，我到而家都仲係記憶猶新㗎。記得有一次咧，我咧係做一個好好嘅表情，但係因為太好啦，我成個人咧個腦袋空白咗，我唔記得咗要講詞，跟住佢喺後面，即係咁樣，做翻住，跟住嘥咗個表情啊！結果咧後面 NG 咗10幾剔咗，我都做唔翻出嚟，俾佢激到佢死我。哦，呢個應該相信都係子聰哥嘅好印象深刻嘅事嚟㗎，係嘛？我哋仲等過佢啊！見到佢竟然唔講喎，好得不得了，跟住之後真係試咗10幾個都好做唔翻。哦，真係。嗱，我相信最後都停咗，應該都係正嘅鏡頭嚟嘅。都係嘅，大家可以睇下嘅。係啦。好啦，多謝咁多位，咁啊請你哋留一留步，因為咧跟住落嚟，我哋會邀請另外3位戲入面嘅新演員，同埋係呢套戲嘅編劇啦，同埋今次電影歌創作人加入㗎。好，我哋一齊有掌聲有請學爺、張天一、編劇何永璇、Miss Honey，還有演員李好，同埋 Vienna。好，來個熱掌聲咁多位。好，我們先跟我們的觀眾打個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足》中飾演惠妃的20號球員雪野，謝謝。Hello， 大家好，我係張天一，我係俾大學隊踢飛嗰個。大家好，我叫你好，在《功夫女足》裡飾演1號門將思思。大家好，我係 Miss Honey 何永璇，我係《功夫女足》嘅編劇，多謝我。Hello， 大家好，我係歌手 Vienna， 佢入邊有2首歌係我有份參與製作同埋演唱嘅。謝謝各位。好，咁我先跟學野聊一聊吧。學野你好。這次是學野你第一次參與電影的演出，第一個作品就加入《功夫女足》這麼熱血的大製作。拍攝的時候，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有沒有哪一幕讓你覺得特別的興奮又難忘的？先說心情吧。其實我覺得，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部戲，然後也是第一次演技，所以每天都是很新鮮的一個狀態。然後就是抱着努力去學習，然後就看鏡頭，去努力吸收很多東西的一個心態。對，然後我覺得就是拍動作戲吧，拍動作戲是最熱血的，因為我感覺拍踢足球、拍吊威亞的時候，就能感覺到我和魏魏是一個團體。因為都抱着一個很珍惜這個機會的心情去面對。對，太好了，太好了，謝謝你。謝謝。好啦，到天一咯喎，天一你好。Hello， 大家
邊啊你好啊，咁我知道咧你都係第一次咧參與呢個電影拍攝啦，咁啊可唔可以講下你拍攝過程裏邊咧覺得最過癮或者喺大家身上有學到最多嘅係咩啊？好啊，我想話先，我嘅廣東話有啲麻麻地，不過再可以練習少少。不過我最中意嘅係吊威亞嗰個。係啊，真係我好興奮嚟到呢個電影啦，可以自己做嗰啲動作戲咯。但係我嗰個威亞嗰個戲係我喺地上滾咯。哦，即係唔係飛嘅？係啊，都我同自己想嘅唔一樣咯。係啊。所以你係最中意反而係吊威亞啫呢個。係啊，佢哋都有好酷嘅嗰啲動作，比起嗰啲我係地上。係都有嘅，你都有話俾南韓隊嘅，你都有聽呢啲嘅嘢嘅。有冇話喺其他人嘅身上，有冇學到啲咩啊？或者今次作為新人？我覺得作為新人呢個戲有好多前輩啦，不過我覺得佢哋都好親切，係好親切。呢個我覺得係我哋可以學習嘅點。好好啊，聽落都拍攝得幾開心嘅，係啦。好啦，來到你好啦，你好你好。知道你也是峨眉隊的成員之一，然後就可以介紹一下你戲中的角色嗎？還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一場戲？大家好，我是1號門將，峨眉隊的1號門將守門員。然後在這個角色中，我最難忘的，那當然是被梨花隊用美瞳大法定住，然後被4個人踩過去。然後我相信很多就是網友也非常對我這個被定住抬下去這個姿勢非常的難忘和喜歡，所以謝謝大家。好，你剛才說的，我們的觀眾等一下都會很期待你的演出了。好了，然後跟住落嚟咧，我哋轉翻廣東話啦。好，跟住係第三年我哋嘅編劇何永璇，你好。你好，你好。今次咧就你見面咧唔係一個魔術師嘅身份見到你喎，而係電影編劇嘅身份出現啦。呢一套咧應該係你第一套編劇嘅電影作品啦。你今次呢一個創作過程裏邊咧，有冇啲咩好難忘或者得着嘅地方嘅？我最難忘嗰一刻應該係請我嗰一刻，呢個導演請我嗰一刻，本身我係想咁講嘅，但係我突然間企埋嚟呢度咧，我覺得而家呢一刻係最難忘嘅，即係有冇搞錯要我同咁靚嘅女演員企埋一齊？大家又高又瘦，而家根本就係要我難堪。我覺得非常難忘呢一刻。係，我都相信頭先你啱先講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創作人，如果係俾周星馳導演邀請一齊創作咧，一定係一個一生人至高無上嘅榮譽。係，尤其是係第一次，周生第一次督住我份稿工，幾好笑啊！呢個點解呢個？成就解鎖，笑得好開心嘅你而家你。好，多謝你，多謝你。好啦，跟住到 Vienna 啦 ，Vienna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係 Vienna。好啦，咁我哋大家咧就知道你咧係一位創作歌手啦。咁啊，今次咧為功夫女足咧創作咗唔少嘅歌曲啊，有呢個嘅新來精彩啦，同埋迷惑等等啦。可唔可以分享下呢一個創作過程？當初我知道開始籌劃呢個功夫女足嘅時候咧，其實我就一直問周生同埋問劇組嗰邊嗰啲人，會唔會需要啲插曲啊、主題曲啊？但係佢哋都冇正式回應我嘅，咁我就係咁聲過俾佢哋，係咁唱俾佢哋。咁最終即係好榮幸，好多謝周生俾機會我參與到2首歌，同埋首歌已經係各大平台度上咗架啦。希望大家評到戲之後咧，可以多支持。好，我哋平時咧睇周星馳導演嘅作品咧，其實除咗佢啲搞笑嘅情節同埋啲畫面之外咧，其實佢裏面通常啲配樂同埋啲歌咧都係好令我哋好記得嘅。相信你嘅作品都為呢一個功夫女足咧新識不少嘅，多謝你。好，咁呢個時候咧，要請大家繼續留步咯喎，因為今晚其中一個最令人期待嘅時刻到啦。我哋有請我哋嘅導演周星馳、演員劉嘉玲、麗葉巴、迪麗熱巴。好，我哋揾一個中間嘅位交俾我哋嘅導演嘉玲姐同埋熱巴。好，咁我哋俾支咪我哋嘅導演先啦，等導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們咧打聲招呼。
好，交俾你導演。香港嘅朋友大家好，太開心啦！終於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師太嘉玲姐咧，好多嘢都想同大家講。明明頭先講好多係你講晒，咁啊都又俾我講，你講完先啦。我講完啦，我嗱嗱聲要俾你講先。講多啲啦，人哋淨係想聽你講嘢㗎咋。咁不如咁啦，我哋巴爺都即係好心急想同觀眾咧講。大家好，我是888，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来香港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大家应该刚才都看过了吧？没看。哎，那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会儿大家的感受吧。好，謝謝啦吧。好，咁咁就我哋大家好啊！終於翻到嚟香港，我期待咗呢套戲好耐㗎啦。即係一路聽到個票房哇長航啦，咁但係我未睇過，所以我好想佢快啲嚟香港做。咁13號上係嘛？係。咁希望我哋香港嘅票房成績都會非常好啦，就全靠你哋睇完呢套戲之後，即係講你哋嘅感受，分享俾你啲朋友。多謝你哋。一定。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同阿導演傾下偈啦。導演想問下你咧，今次呢個作品啦都籌備咗咁耐啦，你將功夫同埋女足咧係完美結合喎。今日咧係終於同我哋香港觀眾見面啦，有冇啲咩想同第一批睇到電影嘅觀眾講嘅嘢咧？都係想講句唔好意思先啦，因為等即係要大家即係等咗有段時間啊咁樣，咁有陣時咧即係我哋即係創作咧諗嘢有陣時咧都有陣時速度係慢啲嘅。阿聰哥啊，你可唔可以即係？我盡快，我盡力啦，我哋盡力，我哋少啲，快啲，我哋嗱嗱聲即係籌備啊嗰啲時間。咁同埋你係咪仲有問題想問？係啊，導演我想問晒你今次咧嘅製作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演員合作啦，有啲係新啦，有啲係好有經驗啦，有啲就新演員啊，有啲咩感覺咧？有咩感受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內地嘅演員，即係譬如阿巴爺啊，仲有阿小飛姐啊，同埋阿魏興啦，即係我深深咁樣感受到，其實內地嘅演員咧嗰種專業，同埋坦白講，如果冇佢哋咧，我哋係應該做唔到一個咁嘅效果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演員真係好重要。不過我哋都要講講，即係我哋香港嘅演員都唔失禮。媽媽可以講得話係各有千秋，即係內地同香港嘅演員咧喺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好幸運嘅喺呢部電影裏邊咧係我覺得係完美嘅融合。即係將呢個中港嘅力量咧完美咁演繹，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咧，我哋有非常之出彩嘅欣賞到非常之出彩嘅內地演員嘅演技，同埋亦都係每一個香港嘅演員都係從來未見過嘅，即係出嚟嘅效果。尤其是係阿先睇下嘉玲姐。新人係嘛？新人啊！你即係嗱，你嘅相貌咧就同新人一樣。但係呢個資歷咧就真係最犀利啦！咁你唔讚下我？咩啊？你讚下我先啦！我哋而家咪讚緊，我咪讚緊咯可以。煮個麵你食啦！大家都記得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係有咁多嘅好好嘅演員之後咧，又喺導演嘅帶領之下咧，就可以製作出功夫裏中啲咁好嘅作品啦！大家俾啲掌聲！其實咧喺啲咁出色嘅演員咧，我哋啲做導演嘅咧根本上冇嘢做嘅，真係㗎，做乜做真係？因為交俾阿巴爺，跟住阿巴爺自己嚟咗都搞掂啊，跟住你俾阿媽辦又等我嚟啦，咁咪又搞掂咗。
俾阿師奶啊嘉玲姐，喂嘉玲姐真係㗎，我每一次拍嘅時候咧，我話嘉玲姐啊，嗱呢場戲咧，佢話得啦唔使講，我咁講過喎，你咁樣破壞我嘅形象，我喺現場咧係好聽導演講嘅，即係雖然你係我朋友，但係你喺現場係導演嘅身份，我好尊重。我哋呢啲好專業㗎，我唔會立亂揸主意㗎。但係我從來冇覺得你當我係導演。唔係，其實嗱，我同嘉玲姐就真係冇即係無分彼此嘅。佢亦都從來冇當我係導演，我又唔當佢係演員咁樣嘅，真係。所以大家講嘢咧，好嚇，我當你係嘉玲姐咯。係啊，你喺我心目中永遠係嘉玲姐，係啊，係啊。係，所以真係㗎，我同佢真係好有默契嘅，所以你叫我話得，你唔使講啦，呢個唔係因為你冇禮貌，係因為你有默契，你係心裏邊都知道我想講乜嘅，其實都係講嗰啲嘢啫，都係嗰啲啦，所以喺呢個即係包括你聰哥都係啦，真係啊！喂，聰哥真係你以前係咪都做過球證嘅啫？喂，其實咧佢就即係今次真係好幫手啦，即係幫我客串一個球證嘅角色。但係咧嗰個球證角色好重要嘅，因為呢兩場比賽咧都係最重要嗰兩場比賽。阿聰哥又做到，喂，你真係做到又係啊！我係完全都唔使，即係我又係唔使導㗎，係啊！佢哋全部都做晒嘅。我屋企做開球證啊嘛。係啊，快得啦！好多女士一齊住我屋企，咁所以我都成日都會唔會俾牌嘅，起身唔啱咁樣係有啲經驗咯。大家睇過係，OK， 咁其實我想講即係導演同埋嘉玲姐喺即係戲外嘅互動已經咁好睇，令到我哋更加期待呢套戲出到嚟嘅嗰個成品啊！好啦，我都想問一問嘉玲姐啊，嘉玲姐，我仲有問題。有啊，其實未問你問題㗎。我唔係主角嚟嘅，我係客串嚟嘅。你好重要嘅，你好重要。其實我又未睇過，所以我唔係好清楚啊。其實你問我，唔緊要，呢個你一定答到㗎。呢一套戲啦，功夫女足啦，你覺得成套戲最吸引到你嘅元素係咩？有我咯。呢個係星仔頭先教我點樣答㗎。好啦，呢個你終於講句心裏説話啦。嗱，呢個就係點解我咁中意嘉玲姐咧？嘉玲姐永遠都係最坦白、最直接，又唔嘥時間。講咧係真係你，真係我先至係大面嘅，同埋佢之前我咧話會同我一齊拍嗰場打麻將嗰場戲嘅，咁後尾佢梗係我啦，即係氹咗我去，跟住冇坐低同佢打牌咯。通常都係咁嘅。有坐低但係冇打牌。氹完之後就呢個導演就係你滿唔滿意啊？我答得好好啊！大家滿唔滿意啊？滿意，大家都好滿意嘅。好啊，咁我哋繼續落去啦，就想同下呢個熱巴聊一聊的。熱巴你好，你好你好。這次呢，你是跟周星馳導演嘉玲姐合作這個功夫，在電影你的角色呢，是不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功夫足球的招式呢？拍完之後，你會不會也愛上了踢足球？愛上踢足球，我只是可能多一點了解吧，對於足球，因為其實我的體育細胞不是那麼好，所以對於我而言，我可能就是簡單的會一些足球的技巧。哇！但是你在電影裡面出神入化好犀利哦！那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說的演員的魅力。就是你看，比如說八爺，他是本身你看到，他真的應該是沒有運動。我們越講越穿幫先啊！他說他不是那種很長的運動，譬如說跑步啊、足球啊。因為我當初我找他的時候，我也問過，就是了解一下。他說他都那些很強的運動，譬如說踢足球，他其實就不會。
但是曾经我也想过，就是他这个体能是不是可以承受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么强的那种，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场面是非常多，基本上是我们是从头打到尾的，所以我就跟八爷说明了，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场是很多很多。他说他也很愿意去尝试去接受这个挑战，但是最后我们出来之后，就是聪哥。就子聪导演，我们都非常震惊，就是八爷的出来的效果，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武林高手，是吧？对，我以为他说反了，还会说不会体育吗？不会运动吗？怎么柔软啊那些就达不到他，就是在沙漠拍的那种。我觉得一会儿观众看完再说吧，现在说太多了，一会儿就露馅了。不用怕，我之前看的示意的，所以我覺得你太謙虛了，你真的是表現得很好，大家觀眾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嗱，各位觀眾一陣就可以見到佢嗰個表現啊，同埋佢真係好掂佢嘅，俾掌聲熱吧！好啦，咁啊，我哋呢個時候咧，咁啊，我哋聽完我哋嘅導演同埋演員嘅分享之後咧，大家都應該好急不及待，好想睇戲㗎啦，好。好，俾我哋全部朋友影張靚相。好啦，好，我望中間，麻煩俾位姐做咩唔該？好，咁我哋望望右邊嘅全部朋友啦，我睇下右邊嘅場面朋友，我睇下右邊。好，中間嘅朋友啦，中間嘅全部朋友，我睇下中間嘅，先看中間。好啦，好，我哋3、2、1齊講個耶囉嚟，左邊嘅頭 ，OK， 大家準備一個耶狀態啦，3、2、1，耶！呢個嘅峨眉隊打場，你覺得邊個會贏啊？星爺嘅。講真，我冇信心可以打贏呢個峨眉隊嘅。打喎！喂，你睇到啦，係。好犀利喎！你睇下嗰啲波，我哋嗰陣時嗰啲轉彎波，好開心，好開心啊！饰演的角色呢，跟你以往的感覺很不一樣。你最想大家看到你這個角色的哪一面呢？其實我覺得只要大家來看《功夫女足》就好了，就是不一定只是我單一一個角色的那一面，而是整部影片大家看得開心就足夠了。同埋小朋友過嚟睇呢個係，如果小朋友睇得開心咧，咁我哋咧就真係最開心。大家睇得開唔開心啊？因為我咁樣講啫噃，原來係未放映嘅，但係我相信有啲人睇咗10幾次㗎啦，係嘛？有冇人睇咗幾次㗎啦？有，所以我冇問錯嘅。係，大家期待得開唔開心啊？好，大家俾啲掌聲，羽毛，羽毛。仲有啊，大家都一樣啦，一樣咁期待嘅，迪麗熱巴，我哋講一個嚟中間咯。真係係啊，導演有冇？真係係啦，即係我想講，我真係好多嘢想講，就係即係迪麗熱巴真係好靚女，我覺得係咪啊？你哋覺得係？竟然係，這個就是我最想說的。姐姐，啊，你好可愛啊！你好棒，你好可愛。就是謝謝，希望大家一會兒可以享受電影。好，大家一定會很好的享受這個電影的，因為那麼出色的電影，我們即將就要播映啦。所以喺呢一個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影張合照先嘅，因為就嚟要播呢個電影啊。我哋爭取時間，影張大合照先。好，我哋睇一睇第一排嘅位俾我哋嘅主創成員們影張大合照。好啦，咁大家小心啲啊，同埋咧盡量唔好遮到後面嘅朋友啦嚇，我哋一齊影張相。好，我哋望一望呢度啊，大會嘅，預備，1、2、3，耶！我一間講功夫女足，大家講票房大賣好唔好？好。2、1，功夫女足，票房。